往头推的一讲嘛呢，麻烦到大家面前噻。因看你过来这18年过很难的是呢，上海嘛一年没去3节这些没得过。后来是呢往头呢，年年听你嘛呢，妈咪说因那边过边下个在哇，3些下个在哇，俺们没去听什么呢？2月花，2月7头，这呢，一群人我花，这个相当嘛没个嘛怕，我是个有花边，我说是呢，后来父母是你提早的一讲哦，俺们咱们呢，2月7号，去，下面快出一讲啊，什么问题咱们呢？那边光嘛说吧，你了解怎么个边30嘛把问题哩。俺们没跟的咱们呢，他们历史或者说外面30的价格点嘛，没去咋子好啊 ？OK， welcome。俺们没去咋子嘛的，我讲那个，对了，跟你讲啊，听我跟你，我讲你不是你我们的，我带了是你讲的，我讲那些咋个么当嘛？没看咋子嘛吧？我那里的话，跟你本地的说，我怕咱们的，我把给你我上身的父母是的，2月7号嘛是那个。确定？去年啊。去年啊，那个。他看第二天。哎，求什么的？求什么的？啊，对嘛，那你们肯定是让他嘛，对，2月7天嘛。去年啊，我把我这里不管地，俺们这里我把地本地的嘛，所有都做了，这不有什么？我现在什么地？现在对。我发现我们原来去年啊，有个在你上，这里做嘛呢？妈咪叫什么？这样的话，我去销售的才跟说，这个的话能咋说？这个的话我是说，他们的话年数嘛那里，叫我想我刚给他们的怎么搞？他是个用户啊，他们呢，看，这个我山里面，那花嘛花，估计吃了才就是这个嘛吧，这个你我们的大数据嘛，你问那里，这个多的牛几十万啊，蛋几十万啊，五几十万啊，这个那也上那里啊，说他我和投诉嘛，啊，妈把他的那里，我投家说嘛，我很难年啊，这也多件事嘛啊，妈把他那个第一家呢，看去讲啊。阿里特别推嘛，弄要把你嘛要的。不管怎么你交不了这个，反正是搞这个。好，你年嘛的220。哦，那这点模样的。你们来了。因为我表妹听讲嘛，我那么没有，还没有我们说过的说法，说马术的俺们会项目，3年有我教办法嘛，有的是或者说听嘛的听嘛，多家一家那是在的项目，我上个在现在快100多个字，他们。